李凤成离开梁陵，到这个阿炳小妹分水。再往门前追至30里路嘛，看见门前一个小镇，这个镇谁叫市口镇？大概到40口，这看见边浪向有个叫关帝庙，但是年久失水，铺子落说了海。冯春江还说让我到里向去磕他2个头。阿有说求求菩萨保佑保佑，让我能够接上虎步长子，3地同地，几地同地不啦？这样一家寿眉之节。所以冯春忙着理想搭进去，一看个关王菩萨这个样子，手手腕不这样，个不是美髯公弄得了像光武部个小猴子，边浪像个官兵追闯啥不是？冯春要紧过去，磕他3个头。起身出面嘛，要进进镇，因为到蓝天3点钟天就暗下来噻。那么到4面已经不啥个人，再往门前追至几家门面，看见一座桥，过桥头，看见一班茶馆店。虽然讲设备已经上好，但是个门还开好了，里向还有亮光。冯春要紧过去。这看见个墙头浪向贴好一张红纸头，但是个字迹已经看不到清爽了。再对里向一看嘛，老虎在边浪向墙头浪挂好一盏煤油灯，个台子边浪向坐好一个50岁左右的人，拼命的呼响伊。冯春要紧进去，如果高上盖一盖嘛，过来打上招呼。这个。你还是爱打茶馆的老板啊？那么啥人呢？谁是该打的个老板？收下了老虎在边浪向水里向拖下子只茶壶，盖条水里呢，隔下子根香烟对神的了后门里，听见声音对外过去一看，一个小猴子问是个啥人？我啊，也是老板，也是后期，你啥人？这个我是14岁生呀，你是14岁生，年纪轻轻，那么你在该面的做啥？我想让你茶馆里向说他2件事，说他2件事啊，年纪轻，自个对上就对上门，不还好，你该面的不开书上的，老板。我刚刚进来的辰光，已经看见到墙头浪向贴好个红纸头，墙上有8对的，那么从前还到10个50个样式，所以你就让我等了还说他2件事子呀。不留让地车子带有点难为人，市场来在开过个，不过你请先生是谁要带收罪那黄玉若请独相当来，100人你不请个，失礼实对失礼。市场里向要请先生嘛，当然顶还是都相当。我一个小14，不过今朝个叫生意背要做成工资里捞的。老板，那我个2双书我说的蛮好的呀。你往事上子里向空了海嘛，你就让我说他2件事子呀。谢先生，你该种说啥海？我啥叫空了海呀？我该说呢，我该面的日里向所有毛头30手，河梅嘴还有生萝卜的了。啥叫不生意空了还哪不能说出来？那么老板，你日里向要做生意嘛？实际上哈，你腰里向让我开2个腰场，腰场，开腰场非本地的，地灯2斤美玉，然后再30，龙康也弄他2袋的了，腰场这。那么老板实际上哈，你本地气他，你中国让我说2件。看你个他神心人家再也回对带不大好意思在，那么个啥？你自个讲个，本地去他，是吧？是个啊。那么谁当你摆账？你给他的年写上话，您不都该？假使说你说来6个厅看你，那洗切2件美玉地灯，再来6个厅看你，然后再30 2袋龙康。那么再来3个厅看你切入个茶叶，那么人工的麻烦手子，个往时在试了上面
推门一开，后台的是一下贴过来个。那么搿样样子说下来嘛，就是二六十二再加什么送个啊？送个嘛，我版本差工来看哪差法子？差么我随便个，我这当练本事个了，别随便你哪差下了。哦，搿么没哈啊，镇定收拾啊。好没哈，就这样来了。搿么那个啥，那个么子挪一挪。哦，今朝辰光一只，我先领来去困个上，好去休息去。分了呗啊，你慢慢讲。那我今朝最近几十里路子，我到现在肚皮里向还空了海，有啥个么子，随便啥个么子，让我提肚皮啊哈。搿帮原来说实话是来太肥个你。搿你稍微等一下啊。哦。那么老板要进到里向去拿出来只不断嘛，但是里向三半不断个饭，再有一只大碗，里向是海菜菜8叶，端过来台子浪向一包嘛。先生，今朝么马虎点包，随上个点菜，来点肚皮啊。没。门上嘛，随不爱菜，如果是生意好呢，请来吃菜肉丝，门前看生意吃饭个。哦，假使请来吃红烧肉呢？不爱了海，呱呱叫了海，吃地胖是啥子不错菜。假使请来吃清汤呢，那么你要拎得清菜，再点酒铺给白龙包。老板，我总归不忘吃地胖个了。地胖我当然不忘吃个了。啊，那搿面的了，然后再又开始了海，你自家带饭啊，随堂子吃吧。没。逢春作业，要进枸杞嘛，然后再让我试带一道饭，在果子的海菜8叶嘛，统统侪吃光。搿老板跟那波比侪看下来了，搿个旁边3个像奴杀猪断腿吧，一些辰光的。葛么李先生，葛么那个上吧，么子挪一挪，跟我来。没。那么老板大汉子逢春山从外地出来，拎着一点子书门道上，走个弯三龙堂第3角，水推开人带里下门，昏暗个光线下头呀，一个邋遢手还着电视，夫妻菜里摆过来，此地门当一当开门，拿逢春领带里向，这个李先生，老板，那你去今朝跟隔壁的休息啊。哟，个逢春一看嘛，里向是只新房间嘛，你看个家具侪是珠红切切的。老板，这只房间新房吧，还是你准备你儿子结婚的？姐，你蹲了街面困，谁蹲了街面困？还我能个多年，是了。搿样子，今朝再点休息啊！明朝早上起来自个位，到我茶馆店里向吃早茶，吃早点啊！没有，当然明朝喂，好个，老板你慢慢交税啊。逢春大觉着老板搿个人不错，就说侬自家儿子结婚搿桩新房娘拨我试。今朝买吃的噻，侬搿点子是拿过来，卡布面大个叫试菜他们往得上浪向。没吃的噻，搿个一夜天困得来得个下意，来得个师傅。等到明朝出来，走廊向样样事情们赶到该大茶馆里，这饭吃喝，吃点茶。老板呢，闭目之言在那里端正事情，叫逢春小包的。那么逢春想，我拿水2部诗，一部灭金梦，一部三星啊。那么这要开个腰上呀，这要是一部。那么还是让我拿鼎鼎拿水的灭金风，所以包队浪向是要李凤春代唱灭金风。等到包队是要喝么，相对浪向那里贴一贴。等到吃过中饭，凤春回到房间里向，稍微休息休息，打得个瞌睡。模样在想诗么，到牙快点回到挨到茶馆店里向吃脱鸭饭。啥辰光开始要落地一刻的了？辰光为止，逢春要去拿着3叶，在半桌浪向放一放好，上山靠背浪向跪一跪。等到模样，听靠落落坐坐，让欣赏着，大概有13个听靠吧。落地一刻，晨光到么，逢春上山做好跳上诗台，一双眼睛在个上子里向。一看，做啥？那个是14人的习惯。打到台浪向点一点人头，
应、你是送，西前送个听考不笨，那么别去管理。让我今这个事，使得马里的们这为的上听考，对，奉承想让马里们一次努的水里想当个一个音，当个一个音啊，这个几乎吃力的了。要想到是马里们当分晓得这个一记带的特种，可是荧幕分高好了嘿，当带上去么？可是荧幕噗。贴子出去，哎呀，不灵光！冯程心里想得急着，就说个这荧幕贴他们椅子难得的力气，是啊，是不是这样个走啊？冯程啊，够力不了许多，要进贴舞台，这个美玉灯呀，光线几乎暗的嘞。冯程为这个一切，这个屁股么两着水，那地上下喝什么？好了，嗓子里下一个漏人。搿点听课当中有一个卧龙听课，搿个把鱼顶顶去，再呼吸白出的，口里个那种样子嘛。嘿，来抓！来往哪？你那做啥？做啥？新荧幕，新么子呀？咱们呢？那现在都是写书，现在么写书啊的，不得让小不是小喝了，带场面金风，不得干啊，不得干。不是写书，都是，而且个不是讲眼泪热，你哪晓得？哎，今这个为是呢，是上雨成马天为然，那不得受得了个呀？那个呀啊，现在一模呀，这马天这个这样，这个那老哈肉子。我当时还有两个热心听课，到凤城一旦老师，一模写起来嘛，写先生。那这一步行啥子呢？钱嘛是在钱哦，哎，谁钱贴在我的布包里下？哎，那你录啥子？哎，小小，放给。风筝气都没掉，要进大上市的，如果在一幕那个椅子上想搞一搞，呵，个卧龙听课他一当上子，对成相对那这锅中一口嘛，已经够他至5分钟，对外够不来，老板，神瓜够他5分钟子，啊，这个5分钟。收了我对了，还是收了你个对了你？风尘一看嘛，这个卧龙嘛顶顶圈子，飞机过里，让我平一平气，树被挪到水里下面还可以数，嘿，打那个数啊，打自家做的，一棵树吃武器嘛，抢得了喉咙去，老板。可能白后拿不了去没得来，对是对得来，天上天下，那口人吃口说我不讨饼干，抢得给那种家的，再也抢我去10万10的力气了，我得来，这喉咙比我还要我夸个在。这冯程的面孔长得羞羞红，红得子对劲里子呀，别去管理。冯程手一挪到水里搞一个针，一张开片。自家感觉唱得绝怪好，但是听课当中非音彬彬，干么这个试试吧。今这是个是妙经梦里想一则，即发上父子也。王人是为来金梁得出，金继承代帮发展，那么金继承个牙叫金都有，是挨着。相互有里像个金杯队员，那么相互有呢，因为是个偷账官，凡是丽水里向杀他个犯人，大多数才是冤枉的。所以金都有每逢到杀犯人，中国来要祭奠一番，逢年过节，屋里向中国要包好6桌半，不然5头举吃个。嘿，来事前说大概的，这个卧龙听课一门心思要摆出的。你说到6桌半么？但是你带起来是哪口？1、2、3，第五来嗓子里向4吃6张台子，搞台上这半桌么4吃6桌半。哦哟，那个写手是个大结果来吧？从你买的到你啥都有句用的，当个跳起来吧，那个都没14个。你把那个车来，从你啥个买对呀？走，好了，
一下子把他是可是个听卡呀。冯程心里想，百事不得其家。等到16位，这里讲16位嘛，14岁上休息，还可以说，各部门军们卡不灭。冯程今朝不下台了，受了个台浪向想，我一份实处，一份讲处，一份唱处，哪听卡谁白他个人？等到16位上去，冯程还是很麻利。到6位下来，等到听卡通通晒他们，冯程已经拿个上山下下来，老板已经拿个大灯灭脱，小灯点一点嘛，边浪向吃香烟。冯程已经打过来嘛，老板啊，我今朝搿位是说得蛮好，一份唱出一份实处，哪听卡我的吹吹个呢？老板对你忙忙切切这的，你懂本事啊？你本事大，吹得在卖得在，听卡不能给得在。哦，你刚才台浪下了说的啥么子啊？京东有屋里向落足板，去唔对就吃。你忙忙我给你上次里，刚你台浪搿只搬着四吃落足板，你当听卡唔对就用噶？哦，那么冯程恍然大悟，哦，老板一个是误会哇，误会啊！那我心里想是讲讲嘛，你都不能对着我个呀，我台浪向讲，根本落足板台浪向上搬着还算，我还比唔对去说啊！对，这个先生，我告诉你，听卡你对不怪的，是了，你当时你都是喊个啊，这个里向你要讲闲话要当心点。那么老板啊，我吹得在卖得在嘛，我总归听卡不会得在，实讲好老板，明朝我台浪向搭里都长个招呼。说你明朝为啥说书了？明朝为人来听书了？那不个在。那么老板啊，我想，难道有个不误会嘛？这个正常个，总归有通情达理个人质，是了。那么你晓得个我，你老板对我实讲好，我总归还要说他2日，为你老板个事。为我谢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给他第3场话呀，本来是唔不几个听卡的，你今在台上跟他一说，明朝再如一切，为人来听书子，唔不人在，因为出来听书子了。那么老板，我大不相信，我说个是，我不会有3个听卡，这个3个听卡还是蛮水个嘛。3个听卡，谢先生，我告诉你，这个3个听卡本来还有办路个，我扬州至少努力都拉那个，我对你都是，你都是我来3百光不让抢给，晓得？老板，我大不相信，这个几个听卡还是蛮水个，那特别是鼓楼队里向这个呢，是已经展开始直播让写了。给他第一个，定是不必一个，对那些神经病13点呀，你也不冒骗个啦，你看你几里啊，对那些个呀，我要好这个把这个妻子了还，李先生，我告诉你，爸爸讲话有种辰光自家要当心，直播里向非来喷一喷，是啦，但一推上话，提醒人心也晓得啊，哈子，俺唔少都讲对着，你呀。再提起休息，明朝白萝卜。讲得是讲中枪的，为啥闲话好讲呢？对吧？所以冯程已经吃茶馆嘛，到过来挨到第4龙堂，第3讲嘛已经过来帮忙，好不啊？开门呀！里向个来套听见声音已经过来，门大一大开门。小伙子啊，好不？说你回过来了，你分醉了。我醉来困觉了，困觉。跟你不晓得？说个晓得了不晓得？别到门子，你去困吧。有个好不你海无风刚听说啥个晓得了不晓得？你啥个事体了到底？你真个不晓得？我不晓得啊。那么，侬来讲给你听。你讲讲你困个只房间，里向有香锅，印字体，里向有血淋淋个声音，搿只房间啦是搿个茶馆老板儿子个新房，小夫妻结子婚过5年，常常来每月哈个，那么不晓得半个下头下来呢。不知为之啥了，差不得嘞。那么后续那个新娘娘呢？但是不知那个想不通的，
一根绳子就上吊死杀菜。谁跌了那个在上架子浪向？哈，那么后些呢？谁那个在上浪向房子千年吹要的嘞？那么搿点事体了为他搿不会呢？搿个老板个儿子过来给面的登不下去噻，那么导致外乡去个噻，那么搿只房间留了海呢，忙不脱，做不脱，那么一直空关了海。那么昨日当子呢跟老板过来嘛，我当着老板我呢打得来子呢年纪轻轻阳气满足，到里向去是要给，是到我个半夜里向看见个新娘娘呢求里，再点头胎，身高哈点个人高特子，是啦，你分享的？我分享的哇！哦，搿你别讲，我讲不来听讲。你进去困吧。为何困个啦？风春不住身体嘛，哈哒哒哒哒。有劲本事去回到给他树谷地嘛，这个老板忙我当你好人呀！哦，老板，我当你好人弄到我这里向为12个船位里去了。你12个，你马上等我弄么事，等我弄过来，我马上就去。老板想不了，既然晓得这么没办法，要紧过去拿个么子拿过来嘛。风春拿子么子，咔哒哒，睡吧。等到白子出去，到阿拉说，我夜里向困得少上下去呀。那么搿面房间法，搿么你市场里向好困个呀。搿么说你再回转去呢，面子浪向哪落得了哦？最怕一步忙着门前过去，直到搿只事实看。一看见搿只灰地面，当你的鱼问了海，搿么别去管理，实在没让过事气嘛，谁爱到口面里向所有要怕，打到搿只庙门口要想进去嘛，风声想半夜三更，我看见这菩萨好个，搿么谁搿只庙门口改吧，高山边浪向放一放嘛，自家庙门门前一直盖了个庙门廊。对抬起来，这个天空当中一看啊，一轮明月，过那个40头浪向，这个一幕情景还要凄凉。但我现在辰光的境况，还要香啊。
将我让，我好比一叶披舟，就入了大海呀。若要归家，风一迷。欲空寂寂，更心上我眼泪鼻，继续去流浪。背包男最孤单，哪怕大路艰辛上遇人，熬些冰霜方能够梅花香。奉承当庭之意嘛，搿碗饭我要吃下去，我个背要吃臭哩。但是现在辰光搿种境况嘛，哪有卫生啊？空过如生啊！沿路呢，沿路呢，也吃饭，也吃饭。咦，说与人当对对哩？哦，阿会的菩萨显灵子。哦哟，菩萨菩萨，求求你保佑保佑我，还有说这老夫上子，让我有口苦饭吃吃啊！我们堂堂开，那本是阿来塞。咦，不是菩萨，就是菩萨不会都讲阿来塞不来塞的呀。那么奉承要紧，立起身来对理想一口嘛，莫把对浪向玩黑个人，实骨头讲的。现在我得用不着好，至少身浪向唔少少，用不着腿，还唔少枪子个。李想啥人啊？李想是我的啥人啊？我的是我，要是个3个分工吧。这个朋友，你拿了苗李想，但是搿朋友还手指起来，对外过去一口嘛，年纪轻轻，不是像瓦蛋那个人。你做啥事体啊？我奉承大妹老实我是10先生哟，你10先生，但你一定要贴白了。哦，我冇离开到个，我离开到个。哦，是我家人，我叫开心，大家叫我来开。你叫啥？我叫皮带，我叫李凤春。哦，李凤春，哦哟，这个名字好听个。现在天寒地冻，等待一开春是百花齐放，春暖花开，灵光相隔。那么，你哪搭子改变的来啊？奉承像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大家才是白白码头的呀。那么我个事体讲不你听，还唔少。那么奉承要紧，拿这个来龙去脉，但你讲子一遍嘛。所以个老板，非要我说实在。哦哟，这个老板打蛮粗里粗卡个嘛。不过俺没发俺，我把刚刚带改面的来，里向唔少市民们，口面里向说天压天，明早准备茶馆底下开档生意嘛留来白了。哦，那么。你搞啥来还吧？是吧？如果那我有生意，可是这还不值。那么搿样子吧，明早跟我吧，茶馆店里向，搿个另外个人总归比一个人难嘛。搿搭对，跟我一道毛地高档，搿样气特本地，当然单看来看哪。奉承啊，想不了这个师傅是弄得了毛地高档个噻，那么总归比我啥要好。对，那么镇定这个，镇定说说啊。我就拉啥快，来快点进来！没我有没包的，没有。说。好个。那么奉承加上奴进来，边浪向改一改嘛，两高头在了口面里向各自一样。等到这浪向起来，两高头要紧竞争，原来搿边茶馆店不起了，
勾结位于为如果体，两个的要进达到理想，看见理想于，哎呦，啥是这个树卡了海，对不过来带个开口些忙忙，哎，开场子了，林德清，开口些一个钢武枪，办过来办到必须当中，上西公对政之所讲，这个不为胡来相亲。冲打关地，东斗归战。我见开口说，大家侪向我来开。哎，我冇理解当个，周如必发，包治百病，御病、士病、五病齐身。吃次我个理解到，三个古代风不上；吃次我个理解到，东阳性个上女郎；吃次我个理解到，瞎子会得见两光；吃次我个理解到，不是这个哈布为哈养小儿了。哎，哈布啊，那也毛两块吃吃，你绑到地上了，不够呢。现在理解到谁不忙了，谁请我搭档唱他一曲，对外国去带阵奉承忙忙啥，奉承。加上老生我的水理想，海无不刚，开口谁唱？14年，我与海无打大家来讲一讲。一头皮个口水呀吐光，不由天来不由地，只有自家的云大不灵光。我是这一想来呀一想。生命人家也走都相当，我不怕苦事头一天，不怕三九一冬天后浪，一清着李嗓子飞禽忙日里呀里来唱，李行一日与飞身也，口人赶来好与不忙。吃地旁，有本事好是洋房，有本事真下意，跟被用人一头帮。倘若呢没本事要被人欺，老百姓面孔听靠在八光，只好吃狼做狼狈狼菜汤。到如今老辈不把我死在上，只好了带我马里个当，没办法来改行，14年日在彷徨，夜里向吃了口面里，大鬼王菩萨拼呀拼上当。三姨带得棒棒响，眼口隐隐来汪汪，14岁上真可怜，穷途末路三沟高虎狼。唱得好，唱得呱呱叫，跟我跑。那么与贵人相柔嘛，无为继续。平台卫视的媒体第一跌打，为啥叫跌打呢？随是指辣辣竞争当中处于对抗地位的演出档次，一般是指同一时间、同一地区内辣辣临近市场演出的演员。比方讲，一个辣辣古田家的有名歌演出，另外一个呢，随辣辣开明大戏院，实际就随叫跌打。假使说碰到对方的演员本事嗨得来，名气响得来，搿个随叫碰到个重叠档。那么还有一个叫骗特，啥叫骗特呢？就是因为马上里特车灾，未分单年加了演员被迫结束演出离开市场，搿是叫骗特。一般来讲呢，搿种演员侪蛮识相间，生意实在不灵嘛，自家提出来结账办路吧。那么来边可以另外去请人，
不过还有个比复式相的朋友个，反正你带东带西侪是骗脱，那么洗茶饼、老头巾、浪不追，那么哪办法呢？来办有办法个，从前了医院个吃饭了，侪是市场里向来办办个，所以最后一顿随叫送客饭。那么吃点啥么子呢？八一半肉，再搞一只咸鸭蛋，买清爽，酒铺盖，滚蛋。那书里向还讲到一个叫赤蛋，啥叫赤蛋呢？就是指根丝学艺及毛在，叫赤丝在、毛丝在。那么按照牛来平台馆的行为组织呢，这个大地巴士个会经过一阶段的学习，让艺术浪向大胆子演出的水平之后呢，就要请广语社里向资深的演员大家来听下来同意才，就表示你可以成为正式的演员，这个叫赤三蛋，那么也叫赤茶蛋。那么再经过一段日家的演出，演员嘛比较来力在，那么呢一开始啥？也请广语社里向个9位城市来前辈来先生来听，也里头人口个哦，这个先生本事好个，非但本事好，而且你自家可以算学生子才，这个就叫赤大蛋。这个是一部讲着14人的血泪成长史，写实书粗糙大，卫生间最孤大，实际到内地方绝于余生，再把尸体上。水陆感情上片艺术纯粹，95年前起盛大开播。不相信吗？你们太太了？也来的，我晓得个小主的只为我太太差了个谁的，所以对你眼睛一个旁眼，望真子李凤春先生的茶里，让你搞定一事，茶改好，哪吒丢子后本上放一放，所以我14先生。搿杯茶给我放胆子搬足了，应酬14先生，辰光差不多，你还14把你两太太听着，李凤春领得清，水里向水一淋，妖精大大给他搬足后头，靠背上身体受定，水阴再红油，手指卷头台子上放一放，准备开口。哎呀，不是。啥个不是一只灯子不是特低着，大家才晓得。你14先生送个灯子了拿去过，比屋里向的灯子也高脱一点。为啥灯子高加得上来，拾起水来，那精神好，那屋了里向呢发挥不出，得不上来的。可是现在手指下来但尴尬，所以李凤春。阿拉做年的再喊拿的么子，屁股低落第一的，所以四面阿拉看。比那像小妹几乎聪明的嘞。